来新兴障碍者要出门来佚佗，坐轮椅是真无方便。所以，这个观光局特别邀请到身心障碍的朋友、甲建筑专家到风景区去进行着无障碍设施的体验，选出着17个适合着身心障碍者的旅游景点。 游园车、亲子自行车，还有山坡轮椅，只要会当解决交通的问题，新疆朋友就会当体验台湾的水。我们以前经常到了景点以后，我们是变看车的，家属都出去玩，那我看车就好，你们下去了，因为那个景点都是障碍。下到独木舟，它的原理就是用阶梯式的。 高度是很适合怎么样？在观赏我们机器换壳的时候，会当上山落海，体验 VR 虚拟实境，还会当替新疆的朋友打造一个关渡适当，会当观赏美景的平台。拢总有17个优胜的景点，包括宜兰古草岭的古道、花莲鲤鱼潭、台东落野高台。发现不只是这样，还有一些特殊的需求，比如说家里有小 baby 的，或者是说你家里头你不是无障碍，但是你有老人家要照顾的。这本旅游的景点带路册是通用的，拢总有130个景点，35条路线，互新疆的朋友会感觉讲出去耍无问题。